我全部博梦学到出贵信汉，俩下空格记得清清楚楚。华语的意思是我昨天晚上做梦了，而且吓到全身都是汗。现在怎么样？记得清清楚楚。选项里面有憨、忙、爱。我们先看看这样子的情境之下，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副词呢？现在把选项带入空格试试看。第一个选项憨带入，憨记得意思是仍然记得。第二个选项忙带入，忙记得意思是不曾、尚未记得，语义不顺。因为题目说记得清清楚楚，才会吓出一身汗，所以这个选项不对。第三个选项爱带入，爱记得意思是要记得，这也一样，语义不顺。所以第一个憨记得是比较合理的答案。我全部博梦学到出贵信汉，俩下还记得清清楚楚。我昨晚做梦，吓出全身汗，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。通讲双舌风头，不但像面色袂较好看，空格不歇。通讲双舌风头，通讲华语是听说的意思，双华语是长长的意思，食风头华语是吃红豆的意思。通讲双食风头，听说常常吃红豆，不但像面色袂较好看，不但像华语是不止的意思，面色华语是气色的意思，不但像面色袂较好看，不只是气色较好看。接下来我们将选项一一带入试看看。第一个，不但像面色袂较好看，还做得不歇。还做得就是还可以，还可以补写。第三个选项就做得，就做得就可以的意思，就做得补写就可以补写。这句如果我们单看的话，好像没什么问题，但是在阅读理解时，我们必须考虑前后文的句子。不但像面色袂较好看，就做得不歇，不只是气色较好看，就可以补写，前后意思就不对了。第一个选项的还做得还可以，不但像面色袂较好看，还做得不歇，不只是气色会较好看，还可以补写，就比第三选项就做得合理通顺。中间的第二个答案还晓得，还晓得，晓得是知道的意思。通讲双舌风头，不但像面色袂较好看，还晓得补写，怪怪的哦，还知道补写。所以答案选一。通讲双舌风头，不但像面色袂较好看，还做得补写。希望大家考试顺利，加油哦！